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。今日翻咗款好抵玩，1000零蚊就入到手嘅寶路華，仲要係創緊好受錶迷歡迎又好經典嘅鮑魚殼型。呢隻錶係寶路華經典 Oceanographer 系列嘅新演繹，設計靈感係嚟自海洋生物，而且外形都夠晒搶眼。而講到最大特色呢，就係今次佢個錶殼係用咗創新嘅 hybrid ceramic 物料，即係混合陶瓷。寶路華係首次用呢種物料嚟做錶殼，係結合咗陶瓷同埋膠嘅成分，特點係夠輕身、夠滑手，而且耐刮，唔怕汗水同埋溫度變化，好啱夏天成日出汗或者玩水嘅時候佩戴。手錶直徑係41mm，採用緊日本 Miyota 石英機芯，3時位有日曆，而個錶面呢都好配合翻主題，有個波浪紋面嘅設計，再配翻一條戴上手好透氣嘅膠帶。夏天或者做緊戶外活動嘅時候戴就最啱啦，又輕又舒服。而個錶底都好特別，唔同嘅顏色咧會襯翻一個唔同嘅海洋生物，綠色就襯翻隻大海龜，灰色就係大白鯊，橙色就係小丑魚，藍色咧就配翻藍倒吊，亦都有人叫佢做藍刺尾魚。而錶面嘅時針、分針同埋刻度咧都有雙色嘅藍綠夜光。寶路華呢套最新嘅海洋生物系列已經到咗門市啦，官網定價係2190蚊，我哋而家折咗呢1000零蚊就買到啦，非常之抵玩。今個夏天你都快啲入手翻一隻啦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